这新闻，咱来关心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对外表示，也门反共军组织用飞弹去射到美国的一只货船，加在是无人伤亡，损失嘛无啥大。美军中央司令部15表示，下晡4点左右，叫做直布罗陀之星列车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美国货船伫亚丁湾被飞弹拍到。船运公司表示，直布罗陀之星是伫亚丁湾外海160公里的所在，被一粒不明飞弹拍到。货舱无什么重大损坏，航行稳定，已经再离开。相关消息也得到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证实。也门反恐军胡塞武装表示，对英美违法行动必然回应，任何新的侵略行动拢会得到处罚。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استهدفت سفينة أمريكية في خليج عدن。美军军队顶礼拜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摆空中甲海上打击，回应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这组织控制也门红海沿海大部分地区，为表示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最近一直攻击经过附近的船只。根据安布雷评估，直布罗陀之星甲以色列无关系，这攻击是为着美国的商务利益。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